大家好，我是刘伟龙，在医院神经内科待了整整20年。这20年里，我在急诊室见了太多让人痛心的场景。原本能走能跳的老人，一夜之间就瘫痪在床，连自己吃饭穿衣都做不到。他们家人哭着问我还有救吗？我只能摇头叹气。要是早来几天，哪怕早来1天，结果都不一样。这些年，我越来越发现，在中国，比癌症更让人绝望的不是癌症本身，而是脑梗塞。癌症至少会给你时间准备，可脑梗能在短短几小时内彻底改变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。更让我揪心的是，99%的患者和家属都觉得脑梗是突然来的，像晴天霹雳。可在我看来，没有哪次脑梗是毫无征兆的，它早就在你腿上敲了无数次门，只是你们没听懂，把它当成了老了、累了、走路走多了。去年冬天的一个病例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患者是63岁的王阿姨，退休前是小学老师，身体一直挺硬朗，每天早上都会去公园散步、打太极。那天他儿子急匆匆把他送过来，人已经昏迷了，左半边身体完全没反应，检查结果是大面积脑梗。后来他儿子跟我说，前2天王阿姨就出过状况。第1天早上起床，突然感觉左腿没力气，站起来差点摔倒，可过了10分钟又好了。第2天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，这次只持续了5分钟。王阿姨自己觉得是老了，腿脚不灵活，儿子让她去医院，她也摆手说没事，歇歇就好。谁能想到第3天就出事了，等送到医院已经过了6个多小时的黄金救援期，再怎么努力也没能保住她的肢体功能。每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特别难受。其实脑梗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就像我们家里用了30年的老水管，年轻时水管干干净净有弹性，水流顺畅，可到了40-50岁，胆固醇、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就会慢慢堆积在血管壁上，让水管越来越窄，要么是血栓掉下来把窄处堵死，缺血性中风，要么是血压太高把脆弱的血管撑破。而大脑里控制腿部运动和感觉的神经最精密，血管一堵，最先罢工的肯定是腿。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，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，就是王阿姨那种突然不舒服，几分钟又好的情况。很多人觉得这是运气好，可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，这不是运气好，这是大脑发出的最后警告。根据临床统计，经历过 TIA 的人，10%、15%会在48小时内，20%会在3个月内发生完全性脑梗。那几分钟的不舒服不是病情好转，而是瘫痪的预告。作为一名从医28年的神经内科医生，我把脑梗来临前腿部最容易出现的7个求救信号整理出来了。不管是你自己还是家人，只要出现一个，都别再自我安慰了，立刻去医院。突然一条腿没力气，走路或者起床的时候，一条腿突然发软，直接蹲下去或者软脚，不痛不痒，另一条腿却完全正常。这不是关节问题，是大脑控制这条腿的神经血管堵了，指令传不出去了。一条腿感觉迟钝，摸上去像穿了5层厚袜子，没什么知觉，用热水冲，用冷水激，感觉都不明显，掐一下也不怎么痛。这是大脑感觉中枢的血流不够，电话线断了，接收不到腿部的信号了。走路脱脚，鞋子总掉，走路的时候一只脚往下耷拉着，拖着地走，还总绊到东西，鞋子也老是从这只脚上掉下来。这是大脑控制脚踝的精细信号失灵了，我们医学上叫垂足，是脑梗非常典型的早期信号。平地无故摔倒，地上明明没有门槛，没有障碍物，可就是老莫名其妙的绊倒，家人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。其实这是大脑里管平衡的 GPS 出了问题，判断不准腿的位置了。腿部不受控抖动，坐着看电视休息的时候，一条腿突然轻微抖动或者抽动，自己根本控制不住。这不是缺钙，是脑部血流不稳定，大脑的刹车信号失灵了。走路摇摇晃晃像喝醉酒，想走直线，可身体总往一边歪，必须扶着墙才能走稳。这是小脑或者脑干供血不足，平衡和协调功能下降的表现。症状突然出现又消失，上面任何一种情况持续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就好了，这就是最危险的 TIA 信号。哪怕只持续1分钟，也必须立刻就医，别等第2次发作。
其实大家不用怕，脑梗80%是可以预防的，关键就2个字：护血管。不用吃什么昂贵的保健品，从我们每天的餐桌开始调整就好。这是我从医这么多年一直跟患者强调的。多吃3种清血管食物，深海鱼，像青鱼、秋刀鱼、三文鱼都可以。我自己每周都会吃2次，清蒸或者烤着吃，尽量别油炸。里面的欧米伽3脂肪酸能降坏胆固醇，防血液粘稠，对脑血管特别好。高钾蔬菜、菠菜、蘑菇、南瓜这些，我每餐都会点1份。钾能把身体里多余的钠排出去，自然降血压，比吃香蕉安全多了。香蕉糖分高，糖尿病人和肾功能不好的老人要少吃。番茄一定要煮熟吃，比如番茄炒蛋、番茄豆腐汤。番茄红素是强抗氧化剂，能防血管生锈，煮熟后吸收率比生吃高5倍。少吃3种堵血管食物，过咸的食物，像拉面汤、火锅底、酱菜、腌菜，钠含量太高，会让血压飙升，容易撑破脆弱的脑血管。油炸食品、炸鸡、薯条、各种油炸零食，里面的反式脂肪会伤血管壁，让血管变窄变硬。加工肉、香肠、火腿、培根，为了保鲜加了大量钠和防腐剂，会引发慢性炎症，破坏血管弹性。除了饮食，我还教给我爸妈一套自查方法，他们坚持了3年，现在身体都很硬朗。每天早上花5分钟，不用去医院，自己在家就能查大脑健康状况。起身测平衡，从椅子上或者床上站起来的时候，刻意感受一下双腿用力是否均匀，会不会往一边歪。闭眼站立，靠墙闭眼，单脚或者双脚并拢站，30秒，晃得厉害站不稳，可能是平衡功能有问题。脚底触感，打赤脚踩在地上，感受双脚触感是否一样，有没有一只脚冰凉麻木。走直线，沿着地板瓷砖线，脚跟接脚尖走，走偏歪扭就是协调功能下降了。万一真遇到紧急情况，大家一定要记住 FSTL 口诀，这是全世界医生都在推广的，关键时刻能救命。脸让他笑一笑，看嘴角是否歪斜；手臂让他双手平举，看是否有一边往下掉；说话让他说今天天气很好，看是否口齿不清。时间立刻记下发作时间，马上打120，黄金3小时最关键。腿只要出现上面说的7个腿部信号，直接按中风处理。打120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，我怀疑是脑中风，他腿突然没力气，症状是 X 点 X 分开始的。准确的发病时间对医生治疗太重要了，千万不要因为症状消失了就想着明天再去看门诊，那可能会错过最后的机会。我今年65岁了，从医快40年，见过太多人年轻时拼命赚钱，不顾身体，等到倒下了才发现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，可那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最大的愿望不是在急诊室里抢救更多患者，而是希望大家和家人永远都不用来急诊室。今天把我28年的临床经验分享出来，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，脑梗不是突然的，腿上的信号一定要重视。希望大家不光自己记牢，更要转发给爸妈、长辈和身边的朋友。你随手按的那个分享按钮，说不定就能拯救一个人，避免一个家庭的悲剧。